在5月13日斋月盛宴的第一天，马鲁福教育与人道主义援助协会主席展格兹乌伊萨尔和副主席努尔乌伊萨尔和图乃伊达纳巴市一行会见了前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主席阿布杜基利里卡拉卡什先生。在会议上，马鲁福协会表示将支持世界各地遭受破坏的维吾尔人。卡拉卡什先生在东突厥散信息中心欢迎代表团，并提供了有关东突厥散和海外维吾尔人当前状况的信息。此外，为解决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中亚和土耳其维吾尔人所面临的问题，决定进行合作。美、英、德3国12日主办一个与维吾尔人权状况有关的联合国周边活动，强调国际社会将继续对东突厥散人权议题发言。美国、德国和英国12日主办了一个针对中国在东突厥散破坏维吾尔人议题的虚拟会议。会议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直言，国际社会将继续站出来针对维吾尔人的人权议题发言，直到中国政府停止其反人类罪的行为和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称，巴切莱特没有参加这次活动。他在活动中说：“我确信他很忙，你知道我们都很忙，但我有一个类似的全球任务，即捍卫人权。我想不出有什么比今天参加你们的活动更重要的事情了。”特斯拉将放弃在中国的地位。由于4月份销量下降以及上海工厂的有形包装计划，它已经面临艰难的旅程。5月12日一大早就发现源自路透社的关于特斯拉将暂停购置土地扩建上海工厂的消息在各路渠道被广泛传播。消息称，特斯拉此举的背景在于不断增加的中美贸易风险。对此报道，特斯拉方面声明回应，路透社表示其上海工厂正按计划开发。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在暂停置地扩建上海工厂前，特斯拉原是打算把上海工厂打造成全球的出口中心。报道称，特斯拉上海工厂目前占地约200英亩，如今年产能可达50万辆，目前年产的45万辆包括生产 Model 3和 Model Y。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仍在继续。以色列军方称开始对加沙进行地面攻击。当地时间14日凌晨，以色列军方表示已开始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动地面攻击，以使巴以冲突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国防军的空军和地面部队目前正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而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消息，以色列的空袭已经导致至少109人死亡，621人受伤。以色列军队周一袭击了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向巴勒斯坦礼拜者发射了橡皮子弹、催泪瓦斯和闪光弹。截至13日上午，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弹总量已经超过1600枚。美国疾控中心周四放宽戴口罩的规定，已全面接种疫苗人士在大部分室内地方都不用戴口罩。美国总统拜登称赞这是抗击武汉病毒疫情最重要的一天。拜登周四在白宫花园发表简短讲话中说，如果您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就不需要再戴口罩。拜登说，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一步，也是重要的一天。